中国9月初3阅兵结束，嘛个解放军是个继续派出军机、军舰来施压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惠特曼就呼吁美国政府赶紧把武器和技术交予咱台湾，确保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中国93阅兵结束了后，国防部公布初时侦查到17架中国军机、9架中国军舰甲2架公务船持续侵扰。面对中国一直军事施压，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也就是共和党籍的惠特曼，呼吁国家大厦紧甲军售交回予台湾。In the order of risk, in the order of need, we are going to ask that you elevate fulfilling the order to Taiwan and others because. It is strategically very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all have the capability, and it's not going to do any good if the order is filled after China makes a move on Taiwan. 惠特曼认为讲，美国政府应该让台湾有自主生产消耗品的能力。当日了，才访问台湾的参议员费雪，在参议院演讲的时阵强调讲，美国爱持续强化甲台湾合作。A stronger Taiwan means a stronger United States and vice versa. That is why both our nations must continue working deliberately and decisively to deepen cooperation.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罗亚尼，甲咱国国安会副秘书长齐书谦，当礼拜伫咧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秘密会谈。报道指出，这原底是国防部长顾立雄甲美国国防部政策处长郭碧杰6月份要举行的会谈。不过，迄当阵美国烦恼会互中国着脚顿地，提出传实会破局，所以临时取消，落尾手延期，嘛降低官员的等级。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针对这点，咱国相关的单位拢也未回应。现在陆委会主委区随前会伫初6头一届带团去华府进行例行性的访问，按算会拜会美国行政部门甲国会，甲美国说明咱国两岸的政策，还有了解川普政府对中国政策上新的方向，而且会伫地库发表专题演讲。记者综合报道。